自2024年8月24日，每日圣安宫读经，用心听人民的声音。圣经，咱做伙来听读《历代志下卷》第10章第1节到19节。罗波安去示剑，因为以色列人民要伫遐设立伊做王。以前，尼八的囝亚罗波安为着闪避所罗门王，走去住伫埃及。亚罗波安听到这个代志，就对埃及倒来。以色列人找人去请伊来，亚罗波安就甲以色列会众来见罗波安，对伊讲：你老爸予阮陪重的担，求你减轻你老爸下伫阮肩头顶的重担。减少阮的苦工，阮就服侍你。罗波安甲因讲：3日后才过来，人民就倒去。罗波安的老爸所罗门要活地的时，有元老服侍伊。罗波安王请教因讲：恁有甚物计策，我通回复遮的人民？因应伊讲：你若好款待遮的人民，互因欢喜，用好话回答因，因就会永远做你的仆人。毋过，罗波安拒绝遮的元老予伊的计策，去甲遐个甲伊做伙大汉、服侍伊的少年人参详。伊甲因讲：遮的人民有对我讲，求你减轻你的老爸下伫阮肩头顶的重担。呾恁有甚物意见，互咱通甲因回复。遐个甲伊做伙大汉的少年人甲伊讲：遮的人民对王讲，求你减轻你的老爸下伫阮肩头顶的重担。王就安尼应因讲：我的马仔比我的老爸的腰较粗。我的老爸互恁背重的担，我要互恁搁较重的担。我的老爸用鞭刑罚恁，我要用铁刺的鞭刑罚恁。亚罗波安甲众人民照罗波安王的话，伫第3日倒来见伊。王用歹声哨应人民，伊毋听元老予伊的建议。颠倒照少年人的意见对人民讲：我的老爸互恁背重的担，我要互恁搁较重的担。我的老爸用鞭刑罚恁，我要用铁刺的鞭刑罚恁。王毋肯听人民的请求，因为这个代志是出自上帝，要实现上主通过示罗人阿伊雅对尼八的囝亚罗波安所讲的话。以色列众人民一个知王毋肯听因的请求，就对王讲：代表王国阮无份，亚西的囝甲阮无关系。以色列人啊，恁拢倒去恁兜，呾代别家恁家己顾好。对安尼，以色列人拢倒去因兜。毋过，罗波安犹原做住伫南部犹大地区的以色列人的王。罗波安王派监督强制劳工的阿多兰去以色列人遐，以色列人民用石头甲伊钉死。罗波安王就赶紧上战车走倒去耶路撒冷。对安尼，北部的以色列人反叛来别家到今仔日。用心听人民的声音。以色列联合王国分裂，调因伫罗波安毋接纳元老的建议，善待人民，反倒是选择听信少年人的建议，威胁前来求见的人民代表讲：
我的尾指比我的老爸的腰较粗。面对国家严肃的问题，罗伯安选择听从少年人的建议，用轻佻态度回应耶罗波安和北部支族的人，所以以色列北部十支族的人民决定离弃大卫好不容易建立的联合王国，伫北方建立家己的王国。罗伯安登基做王，伫处理甲北部支族的矛盾的时，并无倾听老爸所罗门王的顾问大臣的建言。事实上，这也是所罗门离弃上帝、拜别个神明所留下的后果。该在罗伯安接落来用心受到堡垒，巩固犹大和便雅悯的城邑，搁接纳利未人和所有诚心想寻求上主的以色列大支族的人，互人民亲像拥护所罗门共款，拥护罗伯安的统治。相对的，以色列北部十支族拥立耶罗波安做王。耶罗波安原是所罗门手下熬做代志的人臣。所罗门见伊工作认真，就派伊监督玛拿西和以法莲支族地区的劳工。后来，所罗门离弃上帝，先知阿希雅预言耶罗波安要成做北方支族的王，伊就互所罗门追杀逃到埃及。直到罗波安做王，耶罗波安才回国。无想到，伫耶罗波安手年所建立的北国以色列，也步入所罗门的后尘，因为拄着偶像惹上帝发生气，加速北国以色列灭亡的命运。罗波安一上任就想要展现个人权力意志，用威胁的方式和北方支族对谈，造成人民反叛，导致国家分裂。拄亲像台语俗谚所讲，食紧拢破碗。以色列王国的分裂也提醒当权者着倾听人民声音的要紧。有一句话讲：小心驶得万年船。年初台湾大选了后，民进党虽然赢得执政权，国会却形成三党未过半、朝小野大的态势。这提醒执政者，人民期待的是一个合作沟通的政府。伫台湾面对境外势力威胁之际，团结人民的意志，消弭彼此的对立，搁较显得重要。罗波安的选择，诚侪台湾人民的前车之鉴。当初伊若选择智慧长者的建言，愿意倾听人民的心声，相信国家的未来会有无同的发展。这提醒为政者，国家政策的推动必须敏锐意识到人民的期待，有智慧制定策略，搁伫稳健中间缓步向前。愿台湾政府高层会当听见人民的声音，有智慧地行点合上帝心意的道路。默想，一句话会当凝住人心，也可能造成彼此分裂。因为安尼，每一句话伫讲出嘴以前，拢爱再三思考。我愿意倾听智慧人的提醒无？一句话会当凝住人心，也可能造成彼此的分裂。因为安尼，每一句话伫讲出嘴以前，拢着爱再三思考。
我愿意倾听智慧人的提醒无。咱来祈祷，亲爱的上主，感谢你带领台湾的领导者会当倾听民意，凝聚国人团结向前，互世界各国会当看见和平、繁荣的台湾，通对世界带来贡献。奉主的名祈祷，阿们。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